大家好啊！我係港風環球美食嘅伍生。咁今日咧，我哋係參加咗第19屆嘅健康博覽會。咁啊，已經參加咗10幾屆啊，因為啲健康博覽會咧好受歡迎。咁我亦介咗一個台灣美食嘅產品啦，呢個係台灣手工豬肉條啦。佢比較特別啲嘅，真空包裝，同埋咧佢係台灣直接進口，用黑毛豬製作嘅，相當好食嘅。咁仲有咧，我係引入咗一啲馬來西亞產品啦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啲素食嘅產品，佢冇味精啦，冇防腐劑，浸5分鐘熱水咧，佢就可以開嚟食噶啦。咁仲有一個比較高質素嘅叫做拉法幣啦，咁呢個係一個叫流心朱古力夾心餅，咁咧佢有7個 flavour，咁好受歡迎嘅，喺 Donkey 咧都係已經上咗市噶啦 Donkey。咁另外再介紹多樣產品啦，呢個 Slackies 咧係好受歡迎嘅，用韓國紫菜製造嘅。咁呢個鹹蛋黃咧係最受歡迎嘅，希望你哋大家中意過嚟試試，全部可以試食嘅。多謝晒。